動物同人本身就係和平相處，但在每年全球有數百萬動物喺人類手中承受無聲的痛苦。佢哋唔識講嘢，但落在身上嘅傷痕在吶喊。究竟點解咁多人會虐待動物？呢部紀錄片將會揭露真相。去年網絡就曾流傳一條於將軍澳屋邨內一名男士徒手截斷白鴿雙翼嘅片段，虐待動物在白日之下眾目睽睽地發生。咩原因會引誘你去做呢個行為呢？個腦入邊一直叫我做咯，覺得好玩咁咪去做。有冇話去見下心理醫生？我唔想見啊，我唔想俾人哋捉落喺嗰邊。咁究竟虐待動物算唔算係一種病態？我哋今次就有請到警察臨床心理學家胡展鵬先生嚟解答下我哋個問題。佢哋會透過傷害動物去獲得快感同成功感。咁呢個係源自於可能佢哋細個時候見過家庭成員俾人家暴啊，或者佢哋細個受過欺凌啊，或者係佢哋親眼見過人哋對小動物作出呢啲事情，所以佢哋就會去模仿咯，將自己嘅痛苦擺喺啲小動物身上。而且咧，佢哋家庭成員啊，或者身邊啲人對待小動物嘅方式，都對佢哋有好大嘅影響嘅。如果佢哋對啲小動物係咁樣做嘅話咧，佢哋都會去效仿咯。虐待動物在我哋城市中每一秒都發生緊，不過只要你願意俾機會佢哋，就算佢哋身體有幾殘缺都好，仍然會好努力咁生存落去。所以可以唔愛佢哋，但係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好好愛惜，保護佢哋。